聖安社區老寶貝的迎賓戰果表演，替典禮揭開序幕。開元國小學生人賽帶領完成精彩，向前社區新里程碑開始。請接彩。聖安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由衛福部增減計劃補助2400萬，市府自籌4310萬，規劃2層樓建築，面積大約311平。一樓規劃做社區裡面一會空間，設有愛心共餐社區駐點加運動教室。2樓將成立社區型長照機構，結合了我們的聖安香草公園及未來的旁邊的鐵路地下化後的一個綠園道，這邊會成為一個最具有特色的一個社區活動中心。聖安里活動中心也是在我任內第30座新建的活動中心，所以說那整修的活動中心有38處，所以加起來68個活動中心。那我們也會努力再把一些新建中的活動中心以及規劃中的活動中心努力來完成。中心現址正新市分酒公賣局倉庫，原本厝頂是以檜榔木加杉仔柴搭建，因此設計單位特別保留落來。中心經理搭佇咧2樓的牛架頂懸，更加舊柴回收各利用，甲環保局合作創造文創小物，同時減少大約2300公斤的碳排放量。那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垃圾丟掉呢，就是很可惜。那但是我們把那資源來再造的時候，就成為非常好的一些裝飾用品。啟用這天，里長嘛準備糖衣甲茶點，邀請鄉親共享入新厝的歡喜，迎接這份舊曆過年的大禮。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